咱就开始啦吼。今仔日的题目是台文写作的美感甲理路啦吼。咱这台文台文写作的美感甲理路。我是1952年伫瑞丰出世的，我读基隆中学、成功高中、东吴大学，我是公务员宜宾等特种考试入格。今日万几也歹咧，唔知咧，我不会关掉嘿。因为并干扰，我拢是做公务人员的迄个身份啦，所以我食过迄头路，我是毋捌做过老师啦，我捌伫三角镇公所啦、家畜卫生试验所啦、新埔国中啦、台北病院啦，就水利署的第10河川局啦、石门水库啦，搁一个学校南靠科底就是启智学校啦新增国中、新北国中，搁一个师大附中啦这拢是公务员的迄个资历。你就知影公务员伊拢有迄个任期啦。若2-3年我就调走，2-3年就调走，走来走去。咱这台湾的写作的题材要选啥？要写到底是要写啥？当然，你要写小说啦，还是要写散文啦、诗啦，这当然在人的性啦。这内底什么款的上好写？诗上好写，因为诗本身，你会想到啥，就会当写啥。有啊，敢无？这个敢？这个这有啦，有开啦，有开啦。诗是上好写，当然散文袂讲偌歹写，因为散文是表达你底啊，会当表达你心肝来看到一个什么物件还是你有啥物感想，还是你想到啥？写一个光景啦，还是我出去倒佚佗，看到什么物件，爱当个写，这是散文。小说是你心内有一个较长的就讲较有纪念性的才通写，你莫写就无营养。较有迄个，你就知影，咱甲咱电影同款啊，你见搬拢搬落，你情啦、爱啦、钱啦、权力啦、斗争啦，迄个评分啦，还是什么设计啊，即款的物件会当写小说。所以，咱题材要选啥？第一，我甲恁建议啦甲心灵较有牵合的启示啦，就是甲你的心灵有一点会当互你启示的物件。就是讲启示第二项，会互你凝心见效的因果，因为这物件才写会出来。你来写了真普通的我带囡仔去读册啊，甲老师讲什么话啊，我相信这无什么好写而且甲老爸老母去等于外家厝啦，还是等于厝来看老爸老母是大人，毋是讲叫你袂使去看，因为这较无什么。写的价值，不过这内底会当发生啥凝心见效的因果。加减恁老爸老母是大人，朋友嘛会讲一寡仔凝心啊，还是见效是你家己的啦。咱人你有见效的代志无？有，我感觉嘛有。是我歹势写尔，我若写可能咱人无法度家己的巴仓挖出来，有当啊你袂适应呢，对无？所以你来当写会出来。这一定足精彩，因为迄你家己亲身行过的代志写起来较真实感，较会感动人第三挡袂牢的煞心啦，啥物都挡袂牢。我比一个，即足侪人都挡袂牢。比如说恋爱啦，迄款的执着你迷到什么程度？迷到讲，你就我嘛不要讲，开偌济钱啦，还是讲
会当，你若唔听我的，我咪甲你抬死呢。命无去嘛甘愿啦，迄个赴汤蹈火啦，什么上刀山下油锅，伊嘛敢去呢？一个冲动的，所以讲挡袂牢迄种煞心嘛，迄是一种很强烈的、迄款的心理的力量。有当时你会想到讲，这甲钱嘛无关系。我咧讲，迄甲钱拢有影无关系。哦，还佫一种宗教的狂热嘛是共款。你看有个人宗教的狂热到吼，伊啥物也拢袂记啊！我要来去出家食菜。你看英国迄什么婚纱公爵啊，我国王袂做，我就爱迄个老查某。我毋是讲老查某歹，我想你是一个国王呢，竟然去爱着一个，佫有情翁，佫有情囝，佫有家里作聚会，迄款查某你也要听？啊，查理王子小可有讲啦。我嘛毋是讲伊批评，你看伊著带戴安娜过去爱迄款有某诶，你搁甲伊去斗，到尾啊，人伊嘛离婚啦，啊你嘛戴安娜嘛去请精神师，哦，这实是悲剧啦。所以即款诶煞心哦，爱诶力量啊，足恐怖呢。哦，当然毋若安尼啦，你追求诶煞心哦，有诶人毋是干那追求这几项，吼，较难用话来讲吼。过来，第四项就是现处时你看会到悲剧甲苦楚，这收尾假死，就是咱人啊，你悲剧吼发生的时候，你毋通就讲啊，真可怜，真无啥事。我跟你讲，干那安尼无什么意思啦。你要甲迄个悲剧甲无啥事的启示哦，讲出来，伊即件代志，互你的影响是啥？伊要甲写出来，这个才是重点。咱我比一个例啦，你看迄哦，《史记》啦，还是迄个《聊斋志异》啦。你看伊尾了《聊斋志异》后壁拢有一个结论咯，意史是曰哦。你若去看《聊斋》就知，上尾伊就一个意史是曰，就是讲伊对头前即个故事有一个结论，甲恁讲哦，咱来撇屎，咱来倒屎，重点要几字啊？尔，《史记》嘛共款啦，《史记》吼。司马迁伊咧写了什么列传哦？伊上尾了一定是《太史公约》啦。啊，《太史公约》有偌长，几行啊，都无100字的。但是伊那头前的列传哦，一大堆，比如说伊批评什么韩信啦，什么秦部啦、英部啦，吼。为什么因会安尼？啊，造成安尼？哦，啊，伊就一个结论，甲伊个批评讲哦。咱人袂使遐个固执啊！敢若项羽本纪内底嘛，伊嘛是有一个评论啦。哦，项羽什么盖重瞳子，伊心肝安怎歹咯？还是有激励哦？伊毋是讲干那讲伊心肝歹，就是讲汉武帝嘛，甲批评啊。就是讲迄个即种诶收尾，伊甲你教死。咱这重点看文章嘛是共款啊。咱敢若呐，咱人咧讲话嘛共款，话爱晓听话尾，伊咧。生理人，你跟人谈判嘛是啊，话尾听会出来，哦，原来他的目的是这个，迄个意思你掠会着啦。啊，你若戆戆啊，意思讲，啊，我咧甲伊开讲啊，这也无啥，你就抓不住的。有的人哦，咱跟人咧谈判嘛是共款哦，谈判哦，两三个咧谈判，搞谈判的人哦，是对边仔讲倒来，咱讲的乌龙水道，袂晓的人哦。你讲啊，我著单刀直入啊！我跟你讲，什么单判、单刀直入，这人一定爱输了。为什么？你用目标的人就给你看透你了。你底牌已经先出来啊！你要看伊的底牌是啥，你就有那个斟酌余地，你就要安那掠伊的底牌，要安那应付伊，所以你有一个缓冲的迄个时间嘛。所以这收尾假是哦，咱嘛爱晓判断，爱晓看。啊，过来第五点哦，言论啦、宗教啦，吼，未惊吓、未要看，这人权自由的启示。咱世界言论是无介自由的，是咱加减不自由的。你看外国无什么自由呢？你看阿强遐就好，自由，掠来秃头较紧啦，吼，因为独裁国家哦，嘛是共款啦。你看为欧洲国家，你看西班牙迄嘛无介自由呢，对不？宗教哇，
这国家呀，宗教会当什么一手圣经，嘛一手可兰经，一手剑，啊，安尼什么意思？你若唔听，你若唔信可兰经哦，我就要甲你抬。哪有这招啊？你看甲以色列咧动土，就规工咧烧台烧，变变叫，武器拢用上赞的呢，对无？宗教也无自由啊，袂惊赢。袂惊赢哦，咱这个世界哦，袂惊赢自由哦，真恶呢。我比者，我中共，你去会惊赢无？我保证你嘛唔敢去啦，我嘛唔敢去。啊，伊当时要避面哦，要掠你的账哦，要什么看你的手机啊，什么有诶无诶啦，对无？安尼咱就艰苦啦，就是咱会惊赢。哦，啊，过来卖腰杆，卖腰杆。这是这种啦，免于饥饿。我咧讲，非洲啦，什么南美洲，足济个国家哦，还是迄叫什么缅甸啦、泰国呢，印度嘛是生活伫基层的人哦，是足济呢。伊当然哦，伊是食粗饱，不过你看伊敢若穿敢若乞食，你看印度的火车顶悬哦，规片全人，你就知影讲，迄个国家看，迄是好野善食，你一看嘛知啊。对无？尤其啊，咧缅甸的嘛是啊，大家散甲鬼要掠去呢。啊，我都改善了，这就是根本就是统治者的问题啦。我统治者钱摕来吼，是我第一我的落地啊，阮的亲情，阮小弟咧做迄个电信的啦，啊，阮阿叔啊，咧开石迄个进口的石油啦吼，还有啥物阮转因亲戚啦，迄个开。迄个贸飞轮机哦，你进口的嘛是阮什么王亲国戚，都因遐利益团体规个拢包掉着，菲律宾嘛共款哦，对无？啊，有顾老百姓无？无啦，你毋通安尼想，你若袂晓做社会福利，袂晓替咱的百姓想的即款的政府，足济啦，足济啦。所以这人权自由哦，有啥物悲剧？我相信哦，这种大家拢会当，你看会到，你嘛会当看这个现象，咱来。写你的感触哦，敢若像咱以色列哦，你甲因迄个哈马斯咧相战迄阵，你嘛会当有一寡感触呢，对无？为什么就安尼？迄个是宗教无做，啊，逐个哦，你看我袂做，我看你袂做，对无？迄个冤仇哦，敢若袂输带亲嘛，其实哪有使啦？万年啊，就要死去啊！迄冤仇啊，要搁带天顶去哩哦。哦，迄种无意义啊，无意义。好，咱搁一个吼，我着讲甲心灵较有牵扣的启示啊。心灵啦，心灵啦，迄个，因为我甲心灵较有牵的迄个牵扣的启示哦，就是啥，咱的道德啦、因果啦，吼。当然，这是宗教家上爱讲，哦，尤其是因果关系啦，哦，无论佛教啦，迄个基督教啦，还是包括这个穆斯林哦，因个什么圣战士哦，回教哦，伊嘛讲，我为阿拉牺牲，我就会当去甲阿拉做伙去天庭的。我咧想讲啊，我迄个把迄个炸弹哦。冲入去什么美军的军营内底，军营即摆死200-300个，伊讲我咧牺牲啊，我咧会当甲阿拉分做啊，伊就讲这有这因果，甲咱佛教的因果可能是无遮严重，佛教是讲哦，咱哦做好代啦，积善事啦，啊，但是基督教嘛是共款啊，伊讲的因果，看你要信啊毋啦，啊，但是咱因果敢一定要透过宗教，是无一定。咱人是要平庸心，敢若咱人出世拢有种善的本能啦。你若会当照你家己老爸老母教你讲啊，咱就袂使做歹代志，对人故意啦，爱诚恳啦吼，啊厝边哦爱好来好去，对无？即款的，就是叫你平常时哦，人讲积善之家就是爱安尼，积这善。啊，你就有好的因果，无一定爱听宗教讲的哦。
哦，宗教讲的当然，有人讲我听宗教讲安尼较省费气，哦，在人的啦。啊，道德呢，这是较，这是哦，足普遍的物件啦。什么叫做道德？这拢是一寡哲学家咧讲，哦，咱袂使做什么缺德的代志啦，还是讲对公共有利。我比一个咧啦，沿路行开水烂啦，街仔路放屎尿，古早迄是无卫生无好囡仔诶，古早囡仔是拢去区诶水沟边就放屎尿诶，对毋对？哦，还是讲迄欺负迄流浪狗啦，你讲这嘛是无道德诶呢，对吧？啊，这到底咱若做违法诶代志吼，违法是违法法律甲法令吼，违法法令，咱政府有一套会甲你抓去关、抓去判刑、抓去审判，这是上严谨的，因为有固定的你犯罪的内容，你犯了多一条，哦，啊，了去查有证据，哦，啊，就爱有证据吼，才会当甲你起诉，起诉了，佮照刑事哦，落是刑事诉讼法咯，哦，还是讲，哦，爱关，啊，你犯了多一条，哦，啊，有一个阿所谓讲啊，你也有迄个悔改的意思，哦，法官就讲哦，啊，你就可怜啦，啊，就甲伊判上轻的，哦，啊，你有饲大人哦，还是讲你老伙啊，哦，判罪。法官会讲啊，你较济岁啊吼，从上轻的方法，还是讲你是残障的人员，伊嘛会当对你较判较轻的啦，还是讲你有甲当事人被害者，吼、有给赔偿，哦，互伊的家属哦有一点仔交代，你有共道歉，法官嘛会讲啊，无咱甲你判较轻，用上轻的方法，哦，更较。进一步反省嘛，会当完刑啦，吼，缓刑啦，吼，还是罚款，对无？这就是一种的法令哦，的这个啊所谓，毋是讲啊，你这做贼啦，一定甲你抓去关，无一定呢。会做贼啦，无一定抓去关。我比一个例，你共厝内人做贼啦，未抓去关，对无？像讲咱若共厝内着，我偷摕阮阿爸的钱，阮阿爸讲无，你送警察，迄无效，警察讲迄恁囝迄拢无效。迄叫做共同生活的家属吼，窃盗罪不成立。共同，嘿啦，对，因为共同生活的啦，有亲情关系啊。哦，啊，伊法官的解释是讲，啊，恁亲情伊就袂得拄好甲你借来用啊，你才甲伊讨就好，就是安尼啦。啊，所以恁囝去杀人。老爸老母甲伊包庇，有罪无？伊无罪，因为伊是阮囝啊，所以法令看讲包庇你若甲伊无亲无情啊，朋友也袂用的呢，朋友共款也爱管。但是你若老爸老母甲伊包庇，你法律无法度追诉老爸老母，因为伊是我的囝啊，伊杀人对无？走来我遮咪，无要找啥，找老爸老母啊。但是你法律袂使找我麻烦，所以就对这个亲情的部分咯，法律是有特别的条款，袂使要共一个标准。当然，这个是法律啦，啊道德咧，道德的范围哦，就是讲你违反的代志较宽。刚才我头拄仔讲的，流浪狗啊，你甲斩，拍一个死去，有罪无？啊，无人看是无罪，哦。但是嘛是袂使，毋过咧保护动物哦，嘛是袂使，你这是违反这个道德。敢若乌白放屎尿，乌白等分鸡啊，这是违反道德安尼呢？哪有啥物讲？我牵一个分鸡啊，你甲我掠去关，是安尼啦。因为这是道德，法律无规范甲道德去，道德是真跨面的迄个，因为法律是较下啦。法律讲啊，偷摕钱啊、杀人啊、放火啦，吼，啊啦，道德就是头拄仔讲的，迄个范围较大。啊，咱定下拢讲哦，你若违反道德哦，咱有个人会讲，
这种无良心嘛，这个这叫雷公喊，这拢是讲痛的啦。这款的标准是设伫个人的心肝底，家己兼做判官啦，就讲这个叫雷公喊，家己做判官啦，判官伊这叫雷公喊，其实雷公咱喊会着啦，雷公都毋是你饲的个，你叫伊甲喊就喊。过来。这个是啦，头拄仔迄个，无，这个啦，这是第二，头拄仔是第一个这道德甲因果嘛过来第二啦这有当时啊，第二样讲甲心灵有牵卡的启示啦，甲咱的心灵啦心灵咱有当时啊讲这拢是这种报应啦，这是做得来啦。其实宗教家嘛上爱讲这，因为宗教家伊若甲你讲这一阵，你会讲对啦，伊这就是报应。其实咱爱定下有一个观念啦。天，我敢若有写一句话嘛，敢若无去。就是天地不仁啊，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啊，以百姓为刍狗。是讲天地其实伊无特别疼什么人，还是讲痛恨什么人？天地你讲喊来，结果喊死迄个人，咱讲这个人是做歹代志，你讲喊毋是，你袂使安尼解释，你是拄好。敢若咱形容发生车祸10外台钱做一个，咱讲迄10外台遐个人敢拢有做歹代志？毋是啦，迄个做你呛死，咱只有安尼讲，机会啦，要拄佫拄，才会着。拄着你就一片就煞去。所以天地不仁啊，以万物为刍狗，伊甲万物当作啥？当作迄个。用稻仔草去凹一个人的形一个拜拜的稻果草，拜完的稻果草就拼掉，刍狗啦，以万物为刍狗。伊个咱万物啦，狗啊啦、狗遐啦，什么全部所有家鸟啊、动物拢共款。伊无特别爱你人啦，无特别讲爱你什么神爱世人，你甲你骗的啦嘿！我比一个咧。你出门捌打死狗遐？我问你，捌嘛狗遐甲你有冤仇无？有冤仇你嘛袂使人打死啊，是毋是安尼？你袂使人打死，鸡仔鸟啊，甲你有冤仇无？嘛无啊，你嘛是甲杀来食，对无？尤其迄个蚂蚁是上好解说，伊就甲你无冤仇，你现在甲打死，伊嘛是冤枉死的，对无？还是讲因果？毋是啦。这讲报应嘛，毋是啊，所以这就是咱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就是讲圣人啦，真贤的统治者，伊无特别为什么人，都毋是我是蒋中正我就为阮的家孙你宋美龄去美国长岛买一寡物件钱，我甲你出去遐住，对无？什么孔令坎啦、孔令仪啦，规家荣华富贵。那是伊特别造成的呢，对不？所以伊毋是圣人啦，圣人圣人不仁啦，以百姓为刍狗，伊嘛甲百姓当作是刍狗，就是讲伊无特别疼你，嘛无特别恨你，迄款的心态，伊袂使讲我特别疼你，我就特别互你好康，我特别恨你，甲你掠来斩头，迄款拢毋是圣人，他拄系用迄个天地甲。圣人来比较，天地较好解说，圣人有当时较歹解说。所以讲伊这中有一段妙，即我是用迄个文章处啦。伊讲道理是安尼啦，
权力啦、地位啦、名声啦、钱财啦，甲某囝吼，拢是身外之物。无论是祖公啊留落来的，也是拍拼赚的，若甲拍家老去哦，你讲这物件拍家老去，是恢复到苏东时啊，散甲挂后无悔时阵尔。就是讲遐物件拍无去哦，也莫伤可惜哦。某囝钱财地位什么总统嘛是共款啦，又恢复到以前嘛。命啦要伫哩哦，凡事佫趁会转来，亲像哦天光月光安尼啦，有起有落伫运转。若毋是轮到什么人，就是毋是轮到你我，就是紧蛇慢啊，是紧慢啊。哦，什么人拢碰会着。这其实这是个真正的报应，真正讲的报应，毋是像头拄仔讲的宗教家讲的报应。啊，你做歹代志，什么女公甲你喊埋哦，迄款的哦。伊拢伊家己解说，我是无咧信这，但是我嘛毋是讲叫你爱信哦，我是讲个道理，互恁听啦。伊即个，伊讲哦，什么物件拍交咯？迄个《战国策》内底有一篇哦，有一个人去问迄个，伊讲，我的囡仔无，毋是哦，是迄个佛经内底有讲，伊，哦，《战国策》内底嘛捌讲，讲个囡仔吼，出世就无偌久就死去。啊，伊感觉吼足可怜的啦，啊，伊就去问迄个，什么倒一个战国七雄内底就讲哦，啊当，我咧在斗歹命，这食老哦，这死了孤囝啊，佮对无？你知迄个战国一个公子甲讲哦，啊，伊甲讲哦，啊你较勇过，你还未有囡仔迄阵，你甲恁某拢过啥物日子？袂歹啊！我甲阮某无囡仔迄阵哦，嘛是拢欢欢喜喜，逐工哦，你夜市啊，老在哦，你春秋战国时代佚佗啊，知吼？啊，伊有钱啊，嘛是真好过啊。伊讲安尼就好啦。你即摆是囡仔甲死啊，就是恢复到苏东时，迄个时阵啦，对无？啊，你袂使一直浸喺迄内底啊，对无？你要跳出来，你是转去英国迄阵。所以你要适应。你看人家讲，这开破这个境界哦，你也会晓想啦，毋是规工你想讲，哇，囡仔死，哦，足可怜，足可怜。我咧讲啊，可怜的代志足济啦，可怜袂了啦吼，无啥事嘛是共款啦吼。不然吼，咱讲吼，互人迎心万切代志啊，即吼见笑的遗诈，即留英国，留一寡英国的代志。这吼，英国的代志哦，有当时啊，我相信大家拢加减有啊，想到会见笑，想到见笑。莫讲啥啦，什么去拍查某啦，还是去用鸡钻啦，去用扇喙皮啊，还是讲哦找头路，啊，都袂晓讲话啦，袂情袂就去用头家哦念小拍鼓诶，你退倒转去，你会感觉足无面的，转去啊，佫脸上无光，要佫甲老爸老母讲啊，我找无头路，迄句话你佫讲袂出来，对无？啊，加减拢会拄着，这见笑英国。想咧万切，你知唔知？即吼，迄万切有诶人哦，还佫较严重诶嘛有呢。尤其係戀愛哦，你用，迄個甲人你談戀愛哦，莫講啥，你若失戀迄陣哦，迄個萬切就足大誒。啊，你要怪什麼人？你敢會使怪伊？無效，伊就無愛你啊，對無？啊，佫講嘛無效啊。所以哦，即個萬切誒代志真濟，所以你寫台文哦，會當甲遮物件加減寫。嘿，即款誒物件啦，因為你寫足普通誒哦，無啥物通寫，無啥物通寫啊！啊，我著比足濟啲啊！哦，這是迎心萬切，他拄仔迄過來哦，拖磨誒收煞，咱人哦。即種拖磨哦，像講袂得收山誒代志啊！
我记这段是讲伊个债务哦，去用啥物办丧事啦，去民事赔偿检察官开侦察庭提起公诉，啊，法院啊一审二审啊，一直判到尾了哦，都点要挡袂牢，点要起效。诶，恁可能毋捌上法院啦，恁若上法院，我相信哦，这院长可能也捌啦，加减拢会，像我嘛捌啦。诶，迄种煎熬咧，有个人哦，毋捌去用险去法院哦，诶，你会错，你知毋知？我看甲你问了到中间，伊嘛是叫你讲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问题是咱袂紧张，对不对？敢若医生咧，要甲你注射，咱袂紧张，俺嘛爱听呢，对无？所以，即款的哦，你心肝咧拖磨的代志哦，真艰苦，真艰苦。啊，我今仔你会当参考这迄个 PowerPoint PPT 吼，过来，咱头拄讲的挡袂牢的煞心，这个，头拄来迷乱咯，头拄我讲，我煞心我是记一个例啦，什么恋爱啦吼，也是迄个迄个宗教的狂热啦，即款迷乱，我这个是妖国的心情，妖国你知妖兰，就是。迄个恋物跟恋母的迄款情节，你毋通看足侪人哦，足爱去坐火车，为什么？你为什么足爱坐火车？你想会出来？足侪人爱坐迄个什么火车啦、马车啦，哦，为什么？因为马车会摇啦，火车嘛会摇啦，迄就是一种的摇篮的心理。有个人哦，坐火车上车伊就困去啊！你看红爷啊，话，你甲抱落来下骹行哦，吵吵潮甲咱搞咧，佮拢未困。上车冷气一吹就困。为什么？他会车开哦，高速公路啦，伊个火车嘛共款咯。啊，火车尤其古早的火车，轰隆轰隆轰隆，它就伊个节奏哦，拢固定的，频率固定，迄就是一种的摇鼓哦。啊，为什么会安尼？为什么会安尼？互你想，迄就是亲像，互老母破掉着迄款的心情。哦，安尼有。嘿，破鞋啊，你摇鼓，啊你摇篮咯，咱讲摇鼓，摇鼓你知？就是摇篮啦，用碟啊左右摇鼓，摇鼓就是竹字躲在一个句子的句啊，摇鼓。伊咧，咱讲恋母哦。恋母情，这是恋母情节里面的比较浅的啦，就是，抱囡仔迄摇鼓的心情，摇鼓的心情，甲马车，头仔坐迄个叮当的车、马车、火车，拢共款，伊是共款的心理哦。这个摇鼓的心情吼，是讲。你喺坐火车，咱听会到一阵一阵咯。迄个咻酷酷，脸啊伫磨铁齿路的声啦，车厢嘛对即款声音伫海叮当，身躯嘛对车厢海掺落去。哦，咱车古早即摆高铁是袂害啊啦，较早迄落普通车哦，平快的啊，车咧安尼摇啊，哦，敢若你有生互老母。烧热双手抱伫胸前，老母的手是迄种很温暖的嘛，烧热是温暖，敢若互老母抱喺胸前安尼。啊，佮哪听伊唱歌，哪摇要困的迄落味素，头壳啊有流啊形形，小可未清醒的心色形。哦，老母讲你可能无法度去想象讲你做婴仔迄阵的心情，毋过咱时大人会当想象讲抱婴仔吼，迄款的心情啊，伊嘛是哪摇哪迄个困去啊哦，正常的囡仔，啊若无正常，我破病囡仔你安那摇伊就困袂去，吼，点点啊斟酌。我是讲我过来了，讲我的感想，我是定定徛伫
遐啦，点点啊，斟酌火车所需的舒适甲安稳，一丝一丝像长流水安尼，绵甜伫我的心肝内头壳底，才有即种别人想袂到嘛，话袂出嘴的爽快，陪伴我来来去去坐3档的火车。迄款的心情哦，你们应该捌坐过火车吧？应该感触哦，你想会出来才对。啊，我是挡袂牢的煞心哦，足济哦，有人煞啥？跋筊，有人拍麻将的人啊，伊今仔日拍完咯，甲做窃盗狂的人嘛，共款，跋筊的人嘛，共款，通通一样。还有有手淫习惯的人嘛，共款哦。伊代志做完了哦，伊会后悔呢。跋筊人嘛是共款，下暗跋输转去厝，伊面床底困迄阵就讲啊，这有什么筊？后尾我无爱跋啦，了时间搁了钱安尼。拢有你民望伊嘛咧救抓呢。不过吼，透早起来拢无共，这就是像孟子讲的，平民之气淡淡的发之啦。透早起来，迄个清明之气咧冲起来迄阵哦，我昨昏嘛是够寒。啉烧酒嘛，共款。我昨有够寒，啉到安尼嘴毛嘛头晕毛，做无头路。你还在歪啉啊啦？迄个平民之气超早搁咧酒抓哦。我跟你讲，到头10点外迄阵哦，脚骹就敲电话来，大，我欠一骹你嘛紧来。伊讲我不爱跋，唔系啦，你是来3骹就摆1骹，无免啊伊啊，紧来啦，伊搁去啊。啉烧酒嘛，共款呢。10点外啊，人来你看，昨有醉无？有啊，哪会无醉？歪啉啊啦。有效无？无效，共款搁去啉。窃盗狂嘛，共款哦。这样偷摕物件的人哦，他也有罪恶感呢。伊这摕完哦，有成功啦，无去用掠去啦吼。但是他晚上睡觉也是一样，伊嘛后悔呢。卖头，咱兜也毋是散到几尾掠去，对不对？那就安尼，有人会可能偷摕窃盗狂的人，因兜是好野人呢。有一个什么龙君儿，你有印象？因老爸是金维纯呢，伊嘛好野人，你知唔知？伊敢有欠，伊去共偷摕，敢有欠用到迄个物件，对无？但是伊就是哦。只要那个一刹那之间哦，四下无人，迄个窃盗的意念来升上来的时候哦，你看你煞心哦，你动袂了，你看你火啊倒起来阵哦，四下无人啊，机不可失啊，就机会了。对，在那一刹那哦，要跌落那一刹那完成的时候，讲较歹听嘞，他已经高潮了，安尼听有？手淫也是一样，纵火狂也是一样，纵火狂的啦。你看那火苗在闪烁的时候哦，啊，你细节迄阵，你兴奋起来呢。窃盗狂嘛是共款，四下无人，看过机不可失，伊嘛是迄个心情嗰啲压起来。纵火狂嘛是，看那火苗闪烁的时候，他就高潮了，就讲家伙变成这样。窃盗狂嘛，拢通通一样，都有这个毛病。这是种哦，动袂掉的煞心，这是种的狂热。我头拄狂热讲无够济，这我已经加讲几个种，种的狂热，所以人爱注意。这我讲的这狂热是弄动球啦，动球，拍麻将嘛共款的。我动球哦，我高中就做过动球，动球你知？撞球，毋是弄球哦，动球，你也晓讲台语吼，动啦，动球哦，动球哦，狂热到什么程度？我迄阵你台北哦，你细厝哦，读成功高中你细厝，照讲是爱拍拼读册，结果我嘛无咧读册。规工咧乱说动球啦，看电影啦，什么有诶无诶，老爸钱摕来就是你变啥呢？逐工会好诶无？会哦，透早起来拢会精神歹去。我去动球，有效无？有效。
起来毋食，所以讲咱也袂使讲怪讲哦，交了歹朋友啊。你家己就记载袂掉了，怪人会创啥？讲歹朋友甲你拖，毋是的，你自己就那个心意，你就定袂掉家己啊，你控制不了自己啊，对无？有啦，总有一天会控制。无啦，无动球免哪用掠去，迄阵是动球竞赛甲你赶尔，袂甲你掠。是迄阵甲高三哦，我看因为考大学啊，我看成绩迷迷茫茫，我讲啊，这也无来一个彻底悔悟哦，袂用诶。我全这个就主要我就是我全读超有半冬诶册。所以毋才去考调一个东吴大学。我迄阵若较拍拼，大概你高一读到高三，我看我呆一样啊啦。无啦，讲啊伤含啦吼，咱无法巧啦，啊都无拍拼读册，这就是挡袂牢煞心哦，狂热，足一种。过来，咱写作的理路啦吼，这另外吼，用财情顾欠的启示啦。我比一个例啦，咱最近哦，咱定来看到一个电视有讲到一个江俊坤哟，江坤俊哦，一个迄个健康2.0 TVBS 一个主持节目，伊到了一个，伊当初甲伊同齐做工课迄个什么护理师哦，伊嘛讲骚扰啦，啊个什么，甲伊主持节目迄个甲骚扰，然后伊嘛。伊的护理师嘛，甲困咯，困到袂伫收山哦。伊嘛甲因某毋知安怎，就最近哦，今仔中国自由时报嘛有刊登哦，包括他很多的代言哦，差不多拢背去。伊是一个民生医院的副院长，伊毋是公家啦，伊今仔日来公家的哦，我看会坏啦。问题是民生是私营。啊，私人来，你讲你这是你道德的个人私德，跟你医生的财情无啥关系。不过，咱人哦，咱讲哦，有当时骂人讲你渣男，即款是渣男。查某要开，啊，你佫袂晓切喙，啊，佫哦切袂清气，啊，佫哦，佫这个也白，迄个也白的呢。迄款的标准的渣男，对吧？啊，即款的，我的意思是讲。你看人伊迄个渣男哦，伊会当趁着迄报纸咧写哦，伊会当去代言啦，医生的副院长啊，一年会当收偌济钱？迄报纸写的啊，我问你啦，伊的代言哦，代言一寡遐伊就你做迄款节目吼，那个啥物保健食品啊啥，大家拢会甲买啊，还有粉丝节啊，我一年会当收1亿呢。所以你讲看，会当伊遐尼有才情，啊，一年收1亿，啊，咱一年啊收无100万，对无？所以吼，咱来看讲才情顾欠的这个启示啦，咱毋通想讲，尤其迄名嘴哦，你毋通看迄名嘴哦，讲落话哦，你顶悬哩啦啦呢，听讲因。一场5000呢，嘛有8000啊！伊安尼募一个就今仔日来走2场就1万啊呢！啊，若像讲迄黄叶水啊，讲听讲一场2万呢，对无？啊，咱免哪比啦？你若安尼比哦，你会心肝会硬呢。所以哦，咱你袂使甲人比，袂使比拼啦、怨妒啦。所以这明朝的李坤有讲，自家才德啦，自家明白底啦。咱家己有偌济才情哦，咱家己知影啦。啊，咱哦才短德为啦，咱的才能短短啊，那德哦无偌悬啦。即悲观薄禄以不相负，就是讲，那官细细啊，趁的危机少少啊，已经无啥物，就是。已经真对顶啊啦！你也莫笑想遐有诶无诶，拄拄下着你诶才情啦。哦，啊，你莫去欣赏遐，啥物迄落安尼一摆几亿诶，啥物
一点钟安尼5000、8000安尼咧比，我你讲，咱来莫想迄啦，吼。伊就是讲，咱来写即款，写咧咱莫去形成迄落，伊足好趁钱的迄款的头路。意思咱咧写，比如说放写的。毋是写无要紧，咱莫去形成啦，莫怨妒比拼啦。哦，咱就是讲，你甲人比拼哦，你就是甲人比拼啊，对无？伊下口有比一个，伊讲哦，孔孟终身不遇，又当如我。孔子、孟子一世人拢不得志啊，伊嘛无趁偌济钱啊，对无？啊，人又出名哦，伊嘛是出名，是毋是？咱毋好怨叹，你就讲，哦，咱哪有够饭桶啊？有当做某的人啊，你怨叹讲，伊有够饭桶，咱该两啥仔钱？安尼想要欺我？有的女人也是这样，甚至有的男人也是这样。有男人的驱使某去趁钱啦，对无？会拍某呢？你趁解落是啥物钱？啊，有诶是拍翁，叫翁讲你去趁解落啥物钱？安尼是无好啦，因为恶比拼，翁仔某本来就是种夫妻哦，夫妇抚养的义务啦，对无？趁济少公家用嘛，你无做，你趁钱，我带囡仔，啊，你带囡仔，我趁钱，对无？比内外哦，互相啦，对无？所以袂使比拼，袂使甲外人比拼，也袂使怨妒啦，怨妒我就讲啊，因祖公啊，即摆呢，田两厝地几百甲，迄拢无去比啦。啊，即款呢，写作嘛当用这来做材料啊，哦，互人做参考啊。啊，这吼，考出啦，写作的理路第二种哦，考出啦，就是讲哦，咱有当时啊，看人你真艰苦啊，还是讲你共分啊，哦，生活困苦，因为咱的落后国家，你去看迄个越南啊，啥，印尼啊，非洲的嘛是共款的。你若去遐佚佗，规日囡仔甲你为着，万年，伊敢若知影是万年的，敢若还讲万年的，啥物人拢讲万年的，对无？就啊，脱赤骹穿甲蓝蓝蕊蕊，对，即个社会福利歹啦，所以咱若像即款的代志哦，无钱人的艰苦哦，穿甲敢若乞食呢。咱爱有迄种的悲悯之心啦，袂当讲，我讲啊，即个有够太高呢，咱袂使看人安尼。迄囡仔凡说伊，你若甲伊互较好的教育，凡说伊的成就无输你啦，是伊我现年都对，饥寒交迫啊，感人你艰苦，哦。嗯。所以你的意思是讲，你写文章的中间中写的即款的心情，看你要选倒一个做主轴啦。你今仔日来要写这，啊，你就拣一个讲啊，这甲这有关系，值得咱甲写，啊，就免客气，因为你家己亲身经过的代志哦，这写落才会真正的感触，而且逻辑才会下呢。有的人讲，啊，我家己来编，你去编，我你讲最后哦，牛头不对马嘴。对袂起来，逻辑袂下，对无？过来，这第三吼，这悲剧的迄个悲剧的定义啦吼。咱这个写作的理路嘛是共款，爱知影啥物叫做悲剧。哦，悲剧毋是讲我头仔讲的啊，足凄惨的啦，是讲真无声势啦。哦，即款的拢是真浅浅的意见。佛经内底就是共款，一个老母啊，抱囡仔去见佛陀啦，伊甲佛陀讲哦，阮囝出世才2个月就死啊，佛祖，你看安尼有可怜啊无？你嘛甲救咧？甲佛祖讲，佛祖讲，看讲，我知影你真可怜啊，但是哦，安尼啦，你去外口，恁民家厝前后壁，因兜有迄落因兜无死人的韭菜籽哦。你摕来，我就互你叫我去。你想这有可能无？无可能嘛！迄个有钱人的囡仔尸体抱出去，多谢佛陀哦，走走。有可能无？无可能。一礼拜了后，佛陀你家咯，碰到迄个查某，迄个老母啦，
老母啊，那无啥物笑容，伊就甲讲，你找有无？伊查某讲无啊，就是无啊。有就讲南咪你来啦，我甲你开示一下吼，你就知影讲为什么我叫你去摕迄啦。无偌久伊就入去学堂内底，伊甲伊开示啊。学堂安怎甲开示？伊讲恁囝死2个月死是足可怜，我知啦。我问你，99岁死有可怜无？无啦，哪有可怜？我较早阮阿嬷99岁迄阵咯，我拢定定想讲，伊明仔载毋知起来食早起。你心内规工你想讲伊会死啊？对无？佫跳一工过，要过年我今年毋知有法度围炉无？甲你年纪来囝孙仔就规工你想讲，伊明仔载毋知会死，毋知有法度围炉。随时就是讲你有心理的准备，伊会翘起来。但是你这一个老母讲抱一个多出世的囡仔1个月，你敢有去想着讲，你当时会死？哇！你笑都袂赴啊！哇，这宝贝呢？汤酸啊丸、金啊丸，哪会使死？对无？所以，你讲99岁死，2个月死真可怜。我问你，99岁死有可怜？伊讲有啊，嘛是可怜。伊讲嘿啊，98咧，97咧，96、97，最后算到讲啊，无5岁、4岁、3岁、2岁，安尼有可能。伊才理解讲有影啦，人就是终身难免一死，对不对？死是长短的，100岁甲1个月对宇宙来讲就好像《史记》内底咧讲，白马过隙，骑一只白马跳过一个石旁。《史记》的什么《火列传》内底有一下，如白驹过隙，白驹就是白马啦安尼跳过一个石旁，安尼跳过。讲时间一生就是像安尼样。如果你来用安尼来解说这个1个月甲100岁安尼你会当理解。这是司马迁《史记》内底的话你可以上网搜寻“白驹过隙”，隙的缝隙你会当查到这句话的由来。伊讲劝咱咱爱会当对时间的迄个观念，莫局限于讲1个月、100岁啦，太过狭隘。咱休一下好无 ？OK 吧？好，咱休困10分啦好。我未记你甲伊问讲有问题无？好，这个。我即摆已经无法度去100个人走。这趣味的话讲，已经100个也袂当入来。注意10点。11:05，咱11:05才佫开始啦吼。若要有问题拄好开始才佫问好无？好啦 ，OK 啦，6分10分啦吼。有人拍报过来啦，好啦。爱听会落啦。无。这你爱听度有够，但这听度无够听无呢。这有当真。对啦，
哦，对啦对。拢迄嘛，尾因尾啊，就咧舞即个台语的迄个款式，意思，拢互讲叫做钱拢写了了嘛，安尼无办法，找到尾仔，无理啊，哪会使安尼做？就出手啊嘛，怎样开始就是无，然后变做插手了。哦。若无较早，我若较早知吼，对，应该搁较早。办啊，但是上无小可甲厝的厝的，有小可改变，只有小可改变。有啦，这改变足济，改变足济，啊，这是众人的这出力啦。啊，你无安尼做，这时势行到安尼来啊，伊嘛，这个执政者嘛挡袂牢，这个。嘿啦，国民党嘛是还阁，不过国民党执政的关系嘛，也毋敢真摆脱台语。你看新北市啊，台北市伊嘛无安那摆脱呢。
哦嘿，你先开，开这个，毋是这，这个嘿，安尼这个，嘿，是这个，是这个嘿，分享，分享，是这，是这个，跑步好，我你这试试好。因看就是，好，这个，嘿，爱心回答。好，他拄啊，嘿，所以先开始了吧？你先问看嘛有问题。好，这个哦，嘿，这，请教大家哦，恁有顶一点钟哦，有啥物问题无？恁会当捡起来问啊，哦，好无？有人有问题无？恁客气啊。哦，这个啊，单厘米哦，老师，过程咱这边啊开，20块2月，这个老师，你又拄第二大点迄有看着，迄上尾怎看？单厘米，你请你讲话，哦，上尾怎有啊？迄个上尾听怎熟悉声。上尾怎看着？看无？拄喺上尾怎？拄喺上尾怎无？嘿，无，你迄袂甲试掉是迄看掉迄字拢看无啊？上尾怎？无上尾怎？哦，第二点呀？拄讲的第二点呀？上尾怎？搁较头前，搁头前，嘿，这搁较头前第二点，第二点这个，哦，这个哦，毋是，搁较头前，搁较头前，一开始的是，嘿，这个哦，毋是，迄个第后日的第二，迄个大写的第看，搁较起的，我记哩，嘿，迄个看掉啊，看无，这个，这个会着这个，啊，搁有两页就对，啊，搁头前一页，这个安尼看有无？这个安尼看有啊？好，力量啦，松弛解脱啦，吼，过来，过头前哦，嘿，这个下骹无字啊，但是伊搁看着甲看着场务，安尼尔无看着迄个迄纸尾迄纸，哦，张五嘿，听甲目前泛红啦，就是眼眶泛红啦，目眶泛红啦，将要熬甜啦，就是熬甜啦。随徛我来讲哦，紧起来，毋通安尼啦，伸手甲阿门牵起来。嘿，哦，啊，搁第一页还拄搁还在下面，嘿，即摆是个看掉的，所以看无这。全荧幕，我这里啊，这页哟，对，这页喏，你讲的是上尾怎看无啊？看无就是身躯做一块力量落来啊，嘿，冲甲自在袂调，嘛是应当的啊。哦，多谢老师。袂，哦，安尼，嘿，安尼较顺，无伊有头无尾啊。好，嘿，多谢。老师第一点，第一嘛是看掉的哦，吼，对，第一点哦，嘿，第一点的尾啊，一点的尾啊，这个，对，嘿，这个哦，安嗯，尼上尾行，上尾大，对，一啊字嘛是看掉的，好，第二点嘛是看掉的，搁后一页，即个歹人若有意外吼，我先讲即个啦吼，歹人若有意外，就讲是现世报啦，应该死好啦。若要好好的行街仔路，就每日笑脸，逐工心肝硬啦，气甲袂食袂困。安尼听有无？有，啊？有啦，有啦吼，啊，搁下一项，嘿，对，过来这上下骹的哦，对，是紧蛇万尔啦，啥物人都会帮着。敢讲这就是顶啊所讲的报应呢？好，多谢老师。有还佫有无？
其他头拄仔讲过啊。好，啊，过来，啊，若无就要经过继续老师的课。好啊，无咱搁继续哦。这个悲剧吼的定义啦吼，咱这艰苦万切，甲毋是简单凝心不准尔啦，是迄款会使变作有意义、开破甲启示啦。就是讲吼，这真艰苦的代志啦，这真无啥事啦，吼，你爱会当提升个有意义的代志，像敢若他拄仔讲，迄个，他拄仔讲有讲佛道的代志，阮听有啦吼，佛道的代志，对无？你就会当想讲，为什么因老母抱迄个囡仔啊，无法度适应？啊，即摆伊甲伊讲，这100岁共款嘛是真可怜啊。迄就是你的心理有准备无准备啊？你若准备伊逐工会死哦，你拢袂安怎？就讲暗暝来死，暗暝来死，啊，就昨昏就去想讲伊会死啊。对无？啊，囡仔出事，无就讲准备伊会死啊，所以你是袂适应的，有适应无适应的问题啦。就是讲你即个悲剧哦，你会当甲伊提升甲迄个有一个启示走出来，哦。啊，过来，咱写作的美感哦，我选一寡即个短文哦，短文。啊，短文哦，你写作的美感哦，你爱。有当时啊，免写甲真简单的动作，头尾哦算起来哦，我咧讲，甲无1分钟的物件。我比即个例是讲，阿嬷甲虾啊，伊带我去掠虾啊，伊掠虾啊吼，伊甲笑眯眯的。阿嬷翻头行起来刷布啦，好咧啊，甲倒入去鱼卡啦。第2回伊佫换去打别搭的水草啊，共款安尼好啦，来来去去有10外届，大概拢加减有修成啦。下骹即个就是形容讲，迄个虾啊都要丢来丢去迄个动作吼，手掼鱼卡坐伫石头固顶，斟酌看内底虾啊。有大只暗青壳，中大乌肚红，上细亲像石仙迄色的草鱼、溪鱼，坐甲会惊人啊！规阵唱秋搁养鱼啊，爬上爬落，下过来转过去，无用刺叉，愈人愈好耍。无张持，阿嬷话讲天要乌啊，好转来去。哪轻加死啊！哪要走的是雷公死那弄弄蛋，西北雨拍伫树叶啊，飒飒叫尾远到近，愈来愈险。两马孙啊有犁啊无脏水啦，嘛走甲未不通避雨，就记在伊南啦。压无偌久，收甲规身躯澹漉漉，才到厝。好佳在头鬃要大大啦，鱼骹啊甲虾啊，照原在就紧落去洗身躯换衫，拢无去拍动着。其实这篇哦，底啊哦，你写讲迄虾啊伫迄个鱼骹内底吼，爬上爬落，前过来下过去。你敢若看这文字你写哦，你就一个迄个画面走出来，虾啊安尼前过来前过去，大细只啊有啥物色水吼，大只的。像乌肚红细只的，像石仙迄色，啊青有大只的青壳的，哦，唱秋搁养鱼，虾啊有影唱秋搁养鱼，两只肥，搁一个骹吼，所以咱咧写文章就是讲，你也要形容迄个真有的物件啦，免客气，你也家己去想哦，是讲我要哪用这个字来甲写出来，这足重要哦。这是比一个。细微动作观察，就是讲看迄个细项物件啦。过来，啊，这个普通手势描写，天，题目是讲天河神的神啦，河神这细只对无？
啊，伊个心咧，好像你细只，迄个好像你心要搁较细，啊，变那个铁嘅吼。看是一个手势哦，伊对掠狐神开始个掠着了后，狐神软软咧，你若掠着了后，要甲铁个，到尾铁就先注过去啊吼，掠着了后，啊个铁个神啦吼。我念一遍哦，你著看，迄个敢若一个画面啦吼。我目睭花拢无呢，只手稳稳啊，我去伊个尻川后，大体啊20公分远个所在停困落来。向前倾啊，向个准准吼，向阳出一个手，出一个侧力为倒面2-3公分悬的所在，手一个甲扫过吼。手底下有三条软软的物件，拄好硬伫前头啊碰，心肝头痛一个，对喙发声讲掠着，甲手底下刷来形状吼，你掠着了遐形状，看扒开一旁啊吼。你袂使总甲爬开就飞去啊啦吼！爬开一旁啊，有闪着，有偷看着伊个身躯哦。毋过惊伊个腹肚，互我定一个注高啊。剩另外迄手个指头啊袂溜啦，好咧啊，甲捏出来，个筋啊寒咧，寒你知吼，就是有战力，不是那种用力啊，寒咧。实骨细哦，走出来外口时，毋敢出伤大力，则佫用正手的指甲尾亲像线长尖片显黏啊幼细致的手路，甲玻璃丝的实骨随片啊踹掉去，则溜手互伊跳落来倒顶，即是有一种啥白飞啊吼，我看你外头会欢喜。暗爽伫心肝头，为掠着踹死到放落来倒顶，头尾都无10秒，哦，刷落去踮倒顶跳悬跳低嘛是5秒安尼，就栽落去涂骹，无看伊个影。这头尾才10秒的物件哦，迄个动作哦，要甲写出来。即嘛足生动的，即篇落你刊登伫教育部电子报内底。教育部有个阅读名课仪内底，哦，伊有我古费啦，敢若是800块的款啦，啊，都无几字啊，哦，但是因迄个审稿人讲，吼，即看敢若秘书迄个我咧掠共款啊，迄个动作拢写出来。我讲啊，你著去掠看卖，看掠看会着啊，注意啦，吼，迄幼秀的动作你著爱写。过来，咱这个过来是青州白色的土象啊。这个青州白色就是无中生有啦。我咱讲有当青州白色的那个海人哦，敢若白布要染到乌嘛是共款，叫做乌白象的土象啦。这土象哦，有真济物件，敢若咱讲哦，敢若福建地你讲的进官啦、名师就是共款。你看迄头前个徛喺一个树仔头前哦，你会当去冥思哦，像迄树叶啊、叮当啊啥，是一尾虫在叮当。你会当互你什么启示哦？你也家己去想哦。你也会当去想落啥，这是重点。啊，我这写是写讲官网花啦，这内容是讲我念啦吼。若有好心情啦，徛伫山边斟酌看，一丝一丝，亲像蒙雾的官网花伫飞。心肝就会轻松爽快，袂输昏暗安尼伫半空中，念伊刷东，念伊刷西咯。若准会当安尼徛伫遐，豆豆啊看享受过，敢讲因对4箍练长、破实草前的花草，看袂上目，就无用功去斟酌即款代志。若安尼来比拼啦，真正就差天甲地啊！是毋是我较杂头啦？简单官网花，就看甲戇神去，拢无源头，还是别人无够巧，袂晓当西欣赏，我嘛毋知啦。是讲伊个浅浅的一个官网花哦，风着吹，会安尼飞。我看伊这幼稚，
嘿啦，这就是嘿做细致嘿。伊我头前这段佫无念，互我共款念完咯。瓜王花伫白露迄骹兜会生吐一穗尖尖粉粉，亲像毛笔尾的花纹出来见人。天后总开开，规山坪红叶红叶，袂输海涌得起起落落，喐来喐去，真正有够水。结果是一礼拜遐久哦，花就会结籽变大大，要愈来越愈，因为籽啊要愈来越愈，吊伫花顶树花顶悬，风若较透咧，幼绵绵的花穗哪摇哪落，对风摇摇飞啊，亮起你半天悬，去所有会使停骹休喘的所在。比如敢若咱人的有一条歌啦吼，歌王花，咱人的草间咯，像歌王花的籽安尼，对风飞到倒，我来去到一个草坡，甚至迄个石岩石壁无土，伊夹条着，真久伊嘛会发现，就是讲对适应这个土地啦，吼，真歹的环境哦，咱嘛有法度活落，敢若旱时嘛共款啦，毋惊落土烂啦，哦，四季伊家己会拖。咱的这篇就是讲，你爱家己看迄歌王花哦，你爱家己有迄个观念哦，去想，这种遐想啦，哦，遐就是乌白想啦，愈想愈远啦，哦，即嘛会当做一个文章啦，哦。来，对，种花草嘛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咧种盆栽啦，所以我甲阮二兄去种花栽啊。这篇哦，我来当念来做参考。你种花栽嘛有感触呢，看讲嘛足简单的啊，创一个盆啊，我跟你讲，咱人啊观察无够仔细的人，伊就无迄款的心情。你着观察有够仔细的人，你就会有迄款的心情，会去细项物件，互你一个启示。哦，看天大地，游山观水的日子啦。哦。若扣开讲，甲阮兄哥卖算，罕伫有外人来开讲，嘛找无闲工通去计较，互阮每醒着，下骹句哦，这是重点。拢甲人即款的动物交杂来去，毋若是歹剃头呢，不时都心肝头扎扎，真袂爽快。其实，咱人你来往哦，我咧讲，你毋通看讲啊，我朋友交友广阔，我咧讲，迄款朋友免啥交啦，交朋友哦。种头拗头，几个啊头，剩下拢迄种加起来啦。迄种人讲，迄个做损友啦，经营益友哦，找无几个啦。哦，咱你甲人交叉哦，毋但是歹剃头哦，心肝头杂杂拢袂爽快。伊的道理是道理咋，原因伫倒？因为因端是出伫人有一支嘴，会挂人。贼人会讲白贼，会搬婴仔话，佫较嚣张的是西龙兼口舌，亲像搬戏安尼啦，一出一集，煞一集，牵袂煞，挂袂断啦。较加嘛有轻分啦、怨切啦，会了袂尽的出头，一套演啦。落尾的结局免用嘛知，是冲着奸巧，却开着故意啊。其实朋友侪哦，我咧讲，拢即款经营，做无啥物好头路啦。你毋通像讲啊，朋友有人讲啊，我拄着贵人，会拜托诶，莫甲咱陷害就好啦。咱讲拄着贵人，我咧讲，拄着贵，你贵啊，贵啦，贵啦，你不要误会啦，世间无着贵人。这《战国策》内底讲过，自求多福而已啊，大国何为？是讲咱哦，你爱自求多福啦，你毋通想讲你爱强国，什么秦国、齐国，哇，我甲伊诚好啊，我会甲伊帮忙。我你讲伊是要利用你啦，正经个必然嘛是甲你拼掉，我秦国嘛是照常甲你打平去啦，对不对？所以人个春秋的时候那些小国拢有这种的感觉，对无？迄个，谈不讲一句话，自求多福。自求多福啦，大国何为？好下骹句哦，遐大国哦，看讲啊，甲你称兄道弟啊，烧酒安尼，胸口安尼长，
我跟你讲，那种两肋插刀，大国自求多福而已啦，而已。大国何为啦？你讲哦，咱的小国家哦，咱哦自求多福就好啊啦，啊，莫想着讲迄大国能够给你帮什么忙啦，是讲给你，敢若像我头讲的贵人啦，你唔通想这啦，迄是给你骗的啦，迄种贵啊，你讲哦，有一个下骹句哦，有一个哲学家捌讲过，所有的动物哦，独敢若咱人哦，知影啥？知影死即种的代志，动物毋知呢。到尾你有当你会知？要画动物哦，你要甲杀伊嘛，毋知呢。伊毋知影死即款的代志。你看高山啊，你看人举一支刀要甲杀伊嘛，是甲你拄草莓人加讲，种个一刀甲扑落去，才知影讲哦，我死啊！大人知影死即种代志，这就是啥？为什么会知影这代志？就是话语文字哦。把咱人带衰镜头，咱人自从学习语言文字了后，你才知影死呢。因为语言文字啊，你会去记载，会留落来。啊，你就知影讲，阮阿公旧年死啊，你就知影哦，迄就是死啦，对无？阮阿祖国较50当前嘛死啊，对无？死，就是语言文字会甲咱带衰镜头。讲较白咧啦，有话语。文字了后，人就会知影啥？以早烦恼现此时，不来笑想未来啦。哦，就是人就会知影讲因果安怎？因为你有文字啊，你文字的记载，记载有历史啊，历史就讲啊，阮几年几月几日，伊欠我几千，就还未还我，对不？几月几日我娶某，对不对？因为你有语言文字记载啊。所以你会知影以早，啊，佫有烦恼现此时。你知影以早的时阵，你就讲，你较早去互害死，啊，我是毋是烦恼？毋知有问题无？对，我是毋是预防？能够养我的烦恼啊，对无？啊，佫啥？孝想未来啊！对啊，一个国家财产拢互抢了，阮这辈啊，互抢了，我是毋是烦恼？烦恼我的财产毋知会去互抢去无？对无？所以哦，这就是烦恼未来，会使弄一寡哦一大坨啦，侥幸失德，规山平啦，是非恩怨哦，坐甲恶直去算。我家己咧想啊，人若会当甲花草共款，简单会发意大肠，开花如休，就袂加讲话车磨饼，就无弄到烧家设计害人。就是讲，你来干那去算花草哦，干那饲狗啊嘛是共款，狗啊上中呢。人无遐中，你饲只狗，饲人哦，会背叛你的拢人，迄狗仔会甲你背叛无？你甲弹甲密密麻麻哦，伊嘛是搁对啊，你明仔载搁调一个，嘛是搁对你作中，对无？就是干人无可能，所以伊讲种花草的比例嘛是共款，你种花草有一个启示，互你感触足深的啦，吼，过来，这吼目一年的煎熬啦。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开车哦，险去撞着电条，目一年安尼，目睭金起，我嘛知影讲哦，足爱困的。这有文章啦，形容目睭金起，目睭前有一支电条直透拄我啦，讲是有较慢啦。迄时阵，袂输有人放剑讲伫目睭前死一个，三我的双手甲方向盘小可翘过去正平，拄好互车头闪过。随听到后斗揢着电条，嘣一声，车身流啊起去，险啊栽落去海骹啦。阿爸惊一个哦，是精神起来，是我差一时啊就破胆，金的大洞啊，落来路边啊，心肝噗噗菜，凊肝插插地，听候回魂转来，头壳有较成功的时阵，掉落来路边顺连胎，拢把无破风，毋过。我买溜的车边啊，有冒一笪外擦落足大片，即声，若无使去保养厂哦，钣金敢就会煞，顺煞越头看哦，买溜看，你看即阵吼，看远远迄支差一点啊，就互我无命的电条啦。伊点点菜池啊哦，甲我乌人对白人啊，袂输甲我灰色的，找毋到的款式。其实电条哪会讲话，这是拟人化啦，你甲。
因为这事故迄阵哦，你会看伊去点掉，好像你是在跟他对话，所以你也要写一款的情景，敢若真的呢，哦，一句话短短啊，哦，这是种感触，哦，过来。嘿啦，对啦，是嘛？哎呦，我袂输搞我回死咧，咱有当讲踢到石头哦，伊讲石头甲伊回死咧，共款意思。讲迄个就即摆是咧，去骑落伊个电梯嘛，砰一声，咱无安怎啦，要么在海骹，伫迄个滨海公路遐，整着就坎骹落。好啦，就讲迄种加起来啦，过来这吼。圆甜未煞的鬼，这就是一种的罪恶感。伊爱跋筊，伊就跋筊完伊拢会去洗身躯了。洗身躯古早恁可能也无印象。我的年代，我读高中，民国56年、57年迄阵伫309堡还佫有浴室、公共澡堂。伊要一边偌济钱，我已经袂记哩啊。迄个伊招我去跋筊阮两个读大学嘛。伊摕钱去跋筊，跋输出来，伊佫问我讲：你昨拄食红迄100块还有伫哩？我讲安尼有有伫哩啊。伊讲无咱来去遐洗身躯我讲好啊，毋过无要换衫，无内裤啥？买100块买内裤，买2领内裤，佫去遐公共澡堂洗身躯伊讲钱有够，伊迄阵食红毋若100，伊讲200块的款。100块币迄个身躯洗完出来了，我有种感触就是这段啦。伊讲跋筊仙本来就有这种讲袂出嘴的罪过，你伫上深上远的读到碗内啦，用时无声无息找袂着伊的影子伫倒，便若输甲脱裤，摆甲吐的时候，伊就跳出来。糟蹋踢笑啦！甲主人家修理甲老伙老弟，也毋放弃互主人家愈来愈恶脏，罪过就愈重，袂输一支对伫尻川后歹鬼，赶袂走，佫飞袂离，心肝若会清才是奇啦。这过来就讲伊洗身躯啦吼。若洗身躯用手撸仙啦，冲寒霜的时阵啦，娇鬼这个跋筊的这个头壳来想的是，紧要甲迄个恶杂罪过出大力，拢撸落涂骹流入去臭水沟底，同齐甲迄只鬼写甲里，人才会清心。其实迄拢无可能的，迄个鬼是你的心肝内，你安怎洗？伊是甲仙撸掉，伊就罪恶感。有人有迄个罪恶感，伊就是安尼，我洗身躯才能够去除伊的罪恶。即款人一遍搁一遍去变这个代志，无事无悲就愈无效啊！总无讲流臭汗，规身躯黏踢踢，随要冲洗，嘛毋是意外啦。一工舞3、4摆还袂煞。上害是有人练骹手啦、衫裤啦、被单啦、衣橱啦、桌顶啦、涂骹啦。嘛拢真接洗，不时换逐工路啦，日头冲啦，随时切。出头毋捌听困过我想这毋是独伊即个娇鬼尔，是所有的跋筊仙逐摆跋输筊拢想要洗身躯的缘故。因这个人永远袂精神啦，袂悔改。好佳在，我是徛喺边仔的用人啦，案头斟酌到尾，拢无漏交去。若无较有才调，要着因的代志，这是我的感触。我你讲我迄天跋筊完毋是洗身躯洗完啦，洗完去创啥你知？出来讲哎呀，即单面单，我食一下，迄个切仔面，我讲好啊，就剩这100块我开完，全两个人去食红200块拢甲开完。我过来咧，无车通坐，迄阵暗时已经点外行路。对309堡行路去外双溪啦，我外远咧行点偌真久咧。迄阵也无重阳桥，迄阵才有台北大桥。对台北大桥啦，2重堡行过有啦，会到啦。我著行过你啊，两个都暗暝蒙啊，有星光、月光啊，陪啊。
我看伊嘛做录像的呢，迄出钱输了伊嘛有甘愿。嘿啊，即等甲人跋筊吼，咱是无法抗啦。毋过迄个心情哦，你以会出来讲啊，这就是种的罪恶感，跋筊人哦，迄只娇贵你塞弄你啦。哦，还是过来，真快乐啊！迄是我有因着啊赢的，互我食，因在因跋啥啦？跋迄个配死，你知影？啊配死哦，伊迄个那么你数啦，我数来数去哦，啊数完赢一堆了，叫你食，啊只互你食，伊拢换现金的啊。啊，我有跌落去啊，敢若第200块啊，我无通啊，逐久我食，我200块我来转啊，我要洗身躯，我食点心好啊，开掉较紧。开完之后就行路。嘿啦，啊，伊拢个南部人啦，伊住园林啦，应该讲，这个吼，过来就是这写作的美感，这是，我就讲互你听啊，就是迄个娇贵啊，迄款的。迄个娇贵的心情，迄个罪恶感，啊，过来写吼，丰富甲人的心情啦，吼，伊是照丰富啊讲伊的心情啦，惊兄甲未晓讲话阿文啊，双手往鬓边往边吼，一点就意，规个心肝脏甲噗叫，因为心肝皮肤菜啦。一寡用过透袂开的死角，直透甜对伫头壳来饿啦，饿袂煞。汹涌天骹闪一个足光足插目的电手啦，就是闪电。你无一定爱讲闪电吼，电手啦，那个电的一个胡须啦吼。念伊随砰一声吼，响落来涂骹刀啦，阿文的身躯惊吓甲强要去家母陪。半分钟尔，雷公死呐，弄弹。规天飒飒叫，欢雨车通倒，就是那个狂风暴雨，一阵一阵破入来，凉亭啊来，像蒙雾安尼喷去你阿文的下头鬓边，随过啦吼，随过目遮门喙角，淡入来舌尾，烧烧咸咸，佮流啊酸酸，因为伊心情歹吼，算算叫冷风甲。愈来愈大的青光雨，甲阿文压一个精神起来，人随亮起骹拼入去办公室。吩咐边仔的小师啊，讲要请假，凊彩杀一顶帽啊，拔一个身，就无看人影。这个无看，是无看见的意思啦吼，没有看见人影。这是伊一个心情歹吼，还佫拄着迄雷公死呐，啊，甲伊迄心境哦。汹涌弹起来，甲伊拍醒安尼啦。当然，即款的细节哦，我详细去念这雷公死呐，我应该你若小可有咧感触到迄现场的迄个气氛啦吼。过来，这个事故的现场啦，这煤矿的灾变吼，我一个朋友诶，伊死诶呀吼，啊伊，我有。因为我随风人嘛，啊因嘛住随风，消息一困难咧，就规家也拢知，我嘛开车去拼喺山顶去看，现场看。我炭工有事故迄天啦，我记着警察所啊拍来电话，赛车用飞，我可能用飞，就足紧啦。心肝医院跳到噗噗叫，为随风拼到7元坑啦，入去炭埕的土路早就得交通管制相平衡。救护车、警车、消防车、甲工程车，踢甲甜，路中央客人众，较济过高遐，车较济过高遐，亲像台地公亚妈祖遐老热，强要无骹路通行啦，人无骹路通行。我顺路边徛远的所在，找有浪旁就插车落来行啦，开骹用走的，拼到位。规个炭埕乱糟糟啦，忙半点钟才找着人。警察所大汉查某囝甲2个读国中的查甫囡仔，甲我揽足条，吼足大声，
足凄惨的。另外，即个查甫人嘛，挡袂牢，同齐靠掺落去，目屎、鼻膏甲一身躯的臭汗，蓝做一伙啊，有咸有酸啊，根本分袂清啊。这个现场哦，连我都哭出来。迄是我做好朋友，这香港公司的炭工哦，这个后来掘出来的哦，支离破碎的，可怜。这款的心情，你是有拄着，你才写会出来；无拄着，你才写会出来。哦，过来，这找空芳的本相。这篇哦，我因为真侪人我卖念啦吼，互恁等下家己看咯。因为这可能甲限制级有什么关系咯？就是讲，我讲的比较上甲性的压抑有什么关系？啊，恁若爱看去看，我无反对啦吼。啊，这是你若加读，这是加捌的。过来，咱写这个台文哦。你来写啥？写正版佮断掉台文，正版佮断掉。我有比一个例啦，这头前这段是哦，伊是写台文哦，毋过我有甲解过，伊讲阿阮伊是一个精神无正常的查甫人，听母讲伊是孤囝走去收水，淹死伫水圳才安尼，听起来嘛真可怜。伊袂讲袂。伊袂甲拍，嘛袂攻击人，就是不会打人吼，就是点行入来砖头洗一念而已啦。要毋过伊是调伫我头壳来恶人，伊可能伊人小倒啦吼。我甲解讲啊，阮伊是一个荒唐变心的负人人，就是精神有问题啦。听母讲，伊的孤囝，伊讲伊的孤囝吼，走去收水，堵死伫水圳沟才安尼啦。我伊这原来是写讲淹死伫水圳，应该是堵死伫圳沟才安尼啦。讲起来是真无啥事，伊是讲起来真可怜，可怜是华语啦，安尼讲啊真无啥事。伊袂讲人啦，就是他不会去惹人，讲人，咱讲人，伊原文是叫伊袂讲拍。就是不会打人啦，但是安尼，卖无工人啦，爱嘛袂甲人冤家啦，嘿，台语的讲法啦，简单点点啊，行入来砖头洗一个尔啦。要毋过，伊是调伫我头壳内，会互我惊吓的歹梦，因为咱人对那些精神有问题的人，定是讲哦，这个人笑会会来啊。其实可能他也不会攻击人啊，但是伊迄个根深蒂固的迄个观念哦，就是惊惊啦吼。过来，写正这个是吼，写正版的台文嘛是共款吼。这我不知影长呢。有一摆带后生去动物园啦，去看墙边啊有一对真歹的少年人啊某，两个人骹手有赤真水的龙凤啊，带一个囡仔伫遐，可能是墙一直鸭头伫食甘蔗，囡仔。伫啊，回光看无啦！即个少年老爸竟然对涂骹捡一个石头，对墙甲牵落去。看到安尼，伊紧，看到安尼，阮紧刷甲边仔咧，心内想讲真无水准啊！想袂到墙的反应真大哦，伊稳稳啊行到水窟仔边，用伊的鼻水一寡落块啊糜，就对迄个红仔某甲喷过来，佫抓甲准准准。当然，伊这是看起来是台文啦，不过咱会当解到好，我甲写讲哦，佫刷落去就是有一摆啊，带后生吼，去看墙的是两个人的骹手拢有赤龙赤凤啊，佫带一个囡仔早就徛伫遐看，检查是墙家己头咧咧伫无甘蔗，囡仔伫遐如讲看袂到如啦，吼，囡仔伫如讲啊，我看袂到啊，这个少年老爸煞顾落去，捡一个石头，就哭啦，哭落去捡一个石头啦，对墙就甲牵落，
看到伊安尼咧舞哦，阮今日哦，刷较边仔咧，心内底想讲，即个人真无公德心啊，料袂到像个反应哦，搁较用。伊稳稳啊行来到水窟啊，用伊的鼻竖一讲落拐仔门，对迄个红仔某喷过来，反颠倒比用枪拍搁较准。有影像伊也要超工要喷你哦，迄足准的，就小可改过啦吼。这嘛是写断定吼，伊是讲叫人去运动啦。这我看弟弟也莫讲好啦，好来，嘿啦，真趣味啦，嘿。变做囡仔讲，讲互囡仔听会真个。这日子吼，这原文是讲日子一天一天在变啦，未来无法度按算。咱打拼付出的心血啊，到底是有价值也无？终其尾时间会当证明。用开阔的心接受事实啊，踏实地每一天拢会成做日后珍贵的回忆。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向往的人，自然就会健康水开。其实这看是台语的，念起来无介顺。哦，小可解，日子一天一天在变，咱无法度按算熬过啦。拼生拼死付出的过关，敢会真毋值咧？时间是上好的干净，是证明哦，干净。用开阔的腹肠啊，深受目睭前的事实啊，逐工脚踏实地所做。实地啦，所做的代志，拢会成做后过宝贵的记忆。一个对日子满意热情的人，生生都会生命勇行，活甲真水开。这是我甲改用记录的啦。因为哦，伊毋是，因为我定来你开会啊，使人会寄一文章来哦，伊叫我参考，我会讲，这文章是无改好。第二个改。嘿。我也毋知伊，阮我拄咧整理阮。嘿。我也毋知影讲阮内面列册啊。有啦。好 ，OK。所以我咧想讲，你开我讲遮列册内面是啥？这是小说。这是小说 ，OK。所以我是感讲，亲像今仔日后晡也无食，亲像你今仔日讲，我感觉我有咧想讲，阮是用啥拢整理出，甲你印出来刚好。好啊，可以啊。可以。我感觉这，我大家参考。有看听，我感觉一定有收到啦。是。是。那个用心去看，啊个对，啊个看迄比迄个你说的你讲像，你有一点什款的。嘿，启示啦，这真重要。记得。今仔日对你叫我讲啊，我今仔日我原来对你毋是足了解，我本身是来理解。是。你伫北部，我是伫东。嘿啦。但是，我敢知你是你讲叫音会即马变主持的当事。是啊。以前的当事就可能就是迄个。陈明仁。搁较早，中间无共款的。无共款的。变较无机会，所以我听你讲，我感觉真有利啦。我紧啦，咱吼真有利。后尾拢有机会真济。我要讲就是讲，我希望讲，当你透过着引准啦吼，我紧啦嘿，恁会当做成文字稿，拢无要紧。是。啊，然后会当做继续，我感觉你是足好历史。好。写文章。啊，甲讲你对中间的迄个感受，是。啊，你无感受，敢写，你迄个感觉是无共。无共，我紧啦。我是讲安尼，然后今仔日佫有一个，我真正愈惊觉是讲吼，伫即个规个课程到8月节结束以后吼，我是讲要来办，就随办，怎大家拢来，要来的人来啦，莫来啦，嘿。啊，然后大家是。大家人通来见面吼，啊，然後我想形容安尼是甲大家講，啊，互大家通理解講，即個計劃是安怎好，我做以上。對，你來，我想話，咱12點啊吼，我互你若要離開阮，
哦，迄个哦，哦好嘿。过来哦，迄个要甲大家讲话安怎？字字都是这个嘿，这个哦。这个，安尼，你搁要用 PPT 无？无就这，是这，啊，是迄停止。我想哦，咱的时间也有限啦，吼啊，互恁大家哦参考啦。啊，恁若有问题哦，免客气哦，所以打电话来问嘛，袂要紧，还是 email 嘛会当啦。哦，啊，我迄 PowerPoint 的第一页顶悬有写面册啦、email 啦，拢会当互恁参考。哦，啊，恁若有啥物问题，随时会当联络，打电话嘛袂要紧。哦，安尼。顺续剩无几分钟哦，我问大家，恁有啥物意见无？有啥物毋捌的所在哦？你讲来，这无法度。就是这个。这个。过来。因会甲迄心得拍入面顶。哦，这个，安尼无要紧。好啦，你若有意见哦，嘛会当倒遮现问啊，无要紧啊。也是你拄仔有听无够清楚吼，你搁问，啊，搁一个最后吼，迄个 PowerPoint 的上尾吼，上尾有一个100个迄个上尾页吼，甲3、4页迄款，哦，毋啦，3、4页有迄个语词哦，迄就是讲华台共同语哦，上好你是莫用，我你个。我哩哦，上尾啊，上尾倒数嘛，第2、3个好过来。哦，这，我讲，这上尾啊，这吼文章写着爱避免的用字啦。像讲我定下你文章看人你写个只好，这种字莫用啦，只好是华语啦。啊，你著台语著有迄个什么高不中啦、刷掉啦、干啊掉，啊，过来啥物？除了啥物除了啥物之外，这嘛华语啊。你会当个哪甲什么扣开莫讲，哪甲掠外莫算，对，掠外安就好啊嘛，哦，有够，哦，还有手语，当然手语台语就嘛，你讲手语我嘛听有啦，会当避免你就避免，哦，咱会当啥？毋食，啊无啥，食会，我食会就是手语的意思嘛，啊什么？足济啦，或是讲遗传字，这是我遗传阮老爸，毋对，是我种到阮老爸有种，种到阮老种啦，种，哦，种种啊种啊种子，做经济的种，嘿，所以讲这每一页吼，拢有足济咯，拢互恁参考啦，尽量啦，我毋是讲这是华台共同袂使用，毋是。你若定下用这华台哦，你会平台去上台语。我有规矩，敢若讲拜托，我写拜托就好啊，我那就写央就中央政府是央啊，我央人去创啥啊？啊，你就写拜托，你会平台呢？因为你所华语的教育，甲你讲你就是教你讲拜托一遍，其实你就更像写拜托，你央嘛，就我央一个。我支持样啦，对无？敢若讲打扮嘛是，我打扮甲水，毋是啦，装他啦，穿插啦，装他啦，装甲真水啦，对毋对？还有选择嘛是讲选择，这是华语啦。看你是要选啊拣啦，我选一篇文章，毋是选择一篇文章呢，迄种假讲的啦。哦，啥物？嘿啊！我袂晓讲，即内底吼有只100个款，你拢会当用啦。哦，无，啊，要头拄回哦，遐，即个哦。要讲话啊？要讲话。要讲话吗？无啦，嘛是爱讲话的啊。你搁要用这吗？无。即个哦。这都不是，这关掉。即个，各位吼，我头拄仔上尾讲的遮个吼，就是互恁参考啦。恁会尽量用啦，啊，尽量莫去用迄个华台共同的啦。共同的
无较水啦。哦，你著有台语通用，你著用台语就好，是毋是安尼？啊，你规篇拢专写共同华台共同，安尼就变华语啊。你是要写台文的，还是要写华文？对无？你若要写华文，我无反对。我你讲啊，你写华文，你写输人啦。人迄台文的中文系的一大堆的作家安尼哦，你较写就袂赢人啦，对无？啊，台语咧较少啊。你若写较水的人，反正讲哦，这个好，像我这个基底无鱼咯，三界牛啊都有用安尼啊，嘿啊。啊，各位有啥物问题无？会当提出来问啊，不要紧啊。我想要问问题。哦，你问。我问讲第一点，先生敢会当分享今仔干货 PowerPoint， 佮有讲有你的 email， 阮想要问问题，毋过找无你的 email。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要知影，我爱你这敢是花台共用词，因为我知影讲台语是介意，我做介意你，啊，毋过咱安尼讲男女的真爱，我实在是找无词。爱你到底是？爱你哦，这是台语啦，啊，华语嘛是共同的啊，共款啊。我你讲华台有共同语啊，我比一个例，我这字就是共同语啊。我台语我嘛袂使写，要写多字，嘛是写一句我啊，对无？除非你是写罗马字啦，啊，若无写罗马字哦，拢共款。华台共同的哦，共同的嘛足济啦。我的意思是讲。我写迄100个内底哦，也有共同的，你尽量莫用，尽量啦。毋是讲叫你讲拢袂使用啊，那迄落汉字咯，逐个字嘛共款呐，吼。啊，你 email 吼，迄个 Gmail 吼，我的 Gmail 迄伫迄个啥面试敢无？还是我看。要紧，咱可能伫咱的迄条面试者。伫咱后壁才交做另外，才去甲大家伫迄个网络上。一啦。咱才过来铺，我想讲会当互大家熟悉。迄个好，你问迄 PPT 敢会当？好啊，可以啊，可以啊。咱我你才互因用啊，好无 ？PPT 哦，免费提供啦，互恁用不要紧。啊，搁一个哦，你个Gmail哦，因为这个面试后壁哦，我叫主办单位哦。传互恁每一个人啦，好无？这后壁这是这个，这有Gmail，这个吼，这麻烦主办单位。大家拢联络好势吼，啊，遮个人大概咱就是上基本的成员啦。是。啊，我即马吼真正足清楚的决定伫咱的整个结束了后，要请大家来，无勉强，啊，大家人做伙来见面。是。啊，上无吼，恁有诶。困难啦、问题啦，还是要学老的吼，我来拢来吼，啊，老师拢一定爱来啦，老师一定爱来，你着爱较有准备，迄讲吼，逐个老师拢会互包围，安尼就对啦吼，安尼好无吼？好，今仔日若说抑佫有意见的人，我想我那会使甲阮老话吼，还是甲阮联络，因为即马咱有2个足少年的，啊，佫足认真的小朋友吼。今年暑期伫咱遮实习，是足认真的2个真好的学生囡仔，这就是咱的生力军啦，就是讲吼，后壁就是拢要靠遮，阮遮拢一定渐渐直流去啊，吼，拢渐渐直流去啊，吼。明仔载毋知要伫无，都毋知影吼，实在讲吼，我都看到日头。是毋知影吼，所以我感觉即位，尤其特别今仔日咱的那老师甲咱讲的足侪话，我感觉足有意思。伊真正是足幼稚哦，你看伊吼，我毋知影，伊迄个心思足幼的，足浪漫的，我感觉足浪漫吼，真好，我感觉我足欢喜。今仔日吼，有当时咱伫线顶的时阵是无拄拢做伙，我今仔日是伫倒位来？你安住啊？是啊，安住啊，甲我嫌的啦。我这毋是讲安排你来，我是讲你对台北来吗？我对高雄。你对高雄啦。所以我即摆要讲的就是讲，因普通有当时咱伫线顶，就是讲因为大家伫无共的所在，所以并无做伙。你是第一个讲要来遮
做的，无拢是因为我遐装卡的 WiFi 哦未稳定，像恁遮就稳定，我就无所以我想免烦恼啊。因为我原来跟咱老师、咱迄个理事长，那老师，迄个毋是足熟吼，是所以这拢是透过安珠老师，所以咱伫遮我若爱特别，佮甲咱安珠老师讲，拍一个谱仔讲，多谢好毋好，拜托大家，甲安珠老师甲伊拍一个谱仔吼，甲伊拍一个谱仔吼，拍一个谱仔，然后吼，大家会记哩，咱后礼拜共款，后礼拜佫有吼，10篇。我毋讲，我袂使讲一个比一个较厉害，我应该讲大家拢足厉害。我袂使讲倒一个较厉害，因为大家拢足厉害吼。你若无来吼，你就了足济啦吼。但是迄嘛是你的选择啦，迄嘛是你拣的吼。先后礼拜是家用啊，后礼拜是家用。我看吼，咱搁来准备，互伊讲鹿港话好啦，互伊去鹿港腔看，互伊去表现一下吼，所以我想大家拢知影，咱答辩拢是足精彩吼，欢迎大家会记哩哦。今仔日连我家己电脑出小可安尼慢一个尔，我家己就袂当入来，所以我即摆只好就爱用咱那老师的即个做伙甲大家讲。我想吼，我的话袂使搁直直讲，我特别拢方面讲，我若讲拢讲袂煞吼，所以我赶紧点吼。好，谢谢老师。好，安尼咱大家多谢各位收收看啦吼，有闲来鼓起皇帝啦吼，你若来吼，我抬价请你啦。有影无？我是真的哦，小可代志啦，我是真的哦。鼓价甲中华是足热的，你做你来啊。有录音啊，有录音啊，有看啊。我有迄个行家的锣啊有啊，现台哦。我看咱迄阵吼，就爱念好好势。我有一园啊吼，我4分外树哪里啊，森林啊。有好哦，咱内山所在设备无介好。迄拢不要紧，最要紧是迄个感觉，迄个感觉，迄个真。台阶请你拢无。然后有作业，大家都爱写一篇。对无？都爱有交代嘛，对无？好，无，哪有迄个代志讲安尼不劳而获吼？伊就是讲，老师互咱即样侪心灵的、头壳的、知识的、心智的即个献侪养分，佮甲咱做即样侪努力是，顺便都爱有一个交代啊，有功课啊，安尼好无好？大家爱先做准备吼。好，安尼咱先今仔日后壁爱准备互两个细汉的去规划，即么看你然后吼，好，好，大家再会，再会，谢谢，感谢老师，再会，谢谢，多谢，感谢，感谢，再相会，再会。